大家好，我係林 Sir， 係勵志研習中心迎豐分校小學部嘅負責人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3間屯門區 Band 1C 中學嘅升中注意事項，包括屯門官立中學、南屯門官立中學同埋妙法寺劉金龍中學。屯門官立中學相對重視面試嘅表現，另外佢哋都要求操行必須要達到 B 級或者以上。而南屯門官立中學亦都同樣重視面試嘅表現，另外佢哋亦都重視課外活動嘅表現。而妙法寺劉金龍中學則相對比較重視學業成績同埋英語嘅能力，另外佢亦都會重視課外活動嘅表現。屯門官立中學23至24年度中一級嘅總人數為115人，總共分為4班。而喺23至24年嘅學額分佈，非保留學額有57個，聯繫學額有21個。而佢哋嘅評估方法則會為兩測兩考，並且設有一班嘅精英班。南屯門官立中學喺23至24年度嘅中一級總人數為110人，總共分為4班。非保留學額有57個，聯繫學額有21個。而評估嘅方法亦都係兩測兩考，並且設有一班嘅精英班。至於妙法寺劉金龍中學23至24年度中一級總人數為132人，總共分為4班。非保留學額有76個，而且係冇聯繫學額嘅。咁而評估嘅方法亦都係會係一測兩考，並且冇設有精英班。屯門官立中學23年入讀本地大學學位課程嘅人數為83人，而考獲3322學員百分率有 49.5%。至於必修科目考獲4級或者以上嘅百分率，英文係有33%，而數學係有45%嘅。咁至於南屯門官立中學喺23年入讀本地大學學位課程人數為95人，而成功入讀3大嘅則有33個。至於妙法寺劉金龍中學喺23年入讀本地大學學位課程人數為63人，而當中有23人係入讀到3大。另外佢哋喺必修科目考獲4級或以上嘅百分率，中文係有38.5%，而通識係有49.3%嘅。屯門官立中學嘅聯繫小學係屯門官立小學，學校不嬲都會多做前幾年嘅測考題目，對測考成績係好有幫助嘅。不過資源就相對比較集中喺精英班嘅學員。喺中4級佢哋會設有事業教育計劃，英文考試嘅滿分為250分，中文、數學考試滿分為200分，而中史、地理、歷史、科學、公社滿分各為100分，其他科目嘅滿分各為50分。上學期成績佔全年嘅 40%， 而下學期則佔 60%。至於上年嘅面試題目就包括你最喜歡嘅朋友係邊個？數學選擇題5、6、10、19、35、60，下一個數係咩呢？南屯門官立中學嘅聯繫小學係屯門官立小學，試卷嘅程度相對比較簡單。初中設有補底班，強制要求成績欠佳嘅同學放學之後要補課。如果操行差或者平均分唔合格，係需要留班嘅。英文考試嘅滿分為300分，中文、數學考試嘅滿分為250分，科學考試嘅滿分為200分，中史、地理、歷史滿分各為100分，而其他科目只係有評級 A 至 F。有部分嘅學員係嚟自第二組別嘅學生，所以 Band 2嘅學員亦都可以嘗試報讀。上年度嘅面試題目包括有學校要舉辦一個活動，令中一新生可以更快融入我哋中學嘅生活，你有啲咩建議呢？另外有一條就係你最欣賞嘅中國歷史人物係邊個？點解呢？妙法寺劉金龍中學中文、英文同埋數學科都各設一班精英班。中1、中3必須要修讀英國文學或者電腦科，係區內嘅女子學校，試卷程度相對較高，資源亦都較集中喺優秀學生嘅身上，設有尖子訓練課程。英文考試滿分為350分，中文、數學
考試滿分嘅為300分，科學考試滿分為200分，中史、地理、歷史、公社同普通話滿分各為100分，其他科目滿分為5。有部分學員係嚟自第2嘅組別，所以 Band 2A 嘅女學員亦都可以嘗試報讀㗎。對以上3間學校嘅總結，屯門官立中學嚟講係3間中學 banding 最好，不過同時亦都程度比較深。而南屯官嚟講嘅話呢，就會係相對程度比較容易。劉金龍雖然話喺3間中學裡面嘅 banding 比較低，試卷程度亦都比較深，適宜早啲準備定科學、地理、歷史等等全部英文嘅科目。報讀呢3間中學嘅學員成績相若，所以面試表現非常重要。面試嘅時候嘅題型大致分為中英文溝通能力、解難能力、自我介紹等等。建議可以揾一間有豐富經驗嘅教育機構報讀一啲面試班嘅課程，增加面試嘅時候嘅優勢。另外，亦都要識得分配課外活動同埋學業嘅時間，兩者兼備就比較好啲啦。而6年級下學期，亦即係我哋嘅第3次呈分試之後，可以嘗試報讀一啲專門攻讀中一學前學科測驗 PS1 嘅課程，提高自己入讀精英班嘅機會。如果想即時收到最新嘅升中資訊，請 follow、like 或者 subscribe 我哋嘅社交平台啦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